甲美国的关系，即卖是达到空前上好的境界，所以美国有部分的媒体认为台湾是徛伫川普迄边的。也毋过，咱的外交部来澄清讲，台湾甲美国的民主党甲共和党长期拢维持着友好的关系，不管倒一党的候选人当选，拢会遵守着台湾关系法相关的承诺。美国卖武器予台湾高界路第10届正咧进行，但是美国的总统选举激烈，予人担心，万不日白宫的主人若换人，台湾甲美国的关系会来改变。咱的外交部澄清，台湾一直甲美国的民主甲共和两党保持友好的关系。不论是他们的这个总统、国会的选举，不论美国是哪一个政党胜选呢，会在既有的一个良好的基础之上来深化台湾跟美国密切友好的一个全方位的伙伴关系。川普主政的时期，台美的关系达到上好的境界。若是比川普更加亲中的拜登来当选，恐惊美国对中国政策的转变会冲击台湾。但是学者认为，川普甲拜登拢主张对中国强硬，就算手段无同，但是外交政策有延续性。如果这些人事没有改变的话，大体上来讲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美国的外交政策，它绝对不是总统一个人说了算，国会议员比较强调的是民主的价值，国会基本上还是挺台湾的。因为国会更加关心民主人权的议题，所以就算拜登当选，民主党提下参众两院，这美国最中优待的外交政策大结构未改变。